Question 7題目試睇下先。嗱，俾就俾呢嚿第一個 step 揾翻 A to B。咁我哋又係 repeat 翻頭先5、6呢兩個例子啦。首先 step 1將佢轉翻做 ratio form 5A 加 B over A 減 2B 呢個 fraction 等於10 over 1。Step 1交叉相乘，咁所以咧就係 5A 加 B 等於10A 減 20B。A 放埋同一邊 ，B 放埋同一邊，將 A 放 left hand side，B 放 right hand side。好啦，已經有 equation， 所以咧 ratio form 就係數字對調21:5。Part B 用一下 K method， 因為咧我哋而家要揾 exact value 啊嚇，咁所以 let A 就係21K，B 就係5K。Condition where K cannot be 0。開始計數 2A 比 A 減 B， 塞翻黑色筆嘅嘢2乘 21K，21K 減 5K。撳下計數機 42K 比 16K。好啦 ，K 抵消咗，你要計嘅係42比16，咁所以撳下計數機42 over 16咧，我哋就會得出21比8啦。嗱，去到 C part 都係一樣嘅啫，又係要砌一個 sum ratio 啊。咁用咗嘅就唔好嘥啦，繼續 hold 住我哋黑色筆嘅呢個 K method 啦。好 ，Part C 3A 減 B 比 A 加2 boy， 做翻啲代數先，3乘 21K 減 5K，21K 加2乘 5K。3乘21再減5， 58個 K。後面21加2乘5， 31K。加減58比31。